为上帝这时阵，万长官，我用一个圣洁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愿意谦卑顺服，合爱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透过早起的敬拜，搁一遍领受上帝你话命真理的话，互我知影要安怎行头前的路。我正向的姊妹伫你面前献上一切感谢甲祷告，我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咱来，这个时阵咱来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祈祷。特别为着咱这个土地犯的罪，为着咱的生命中间咱知影甲毋知影的罪来祈祷。常常咱要领受上帝恩典的时阵，因为这个罪，互咱过长领受上帝恩典。上帝愿意将一切好的物件要赏赐互咱，总是咱因为心中的罪过长一切甲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的罪，知影毋知影的罪来献上祈祷，为上帝用伊的宝血来洗净咱一切的罪，特别为着这个土地百姓所犯的罪来献上祈祷。为上帝当原谅，为上帝当照相，为上帝当拯救，所以开声为着咱家己的罪来献上祈祷。现在虽然说我们的罪献上祈祷，为上帝你来赦免一切的罪，互我会当所有一切的心，我上帝最完全。主啊，为上帝你掌控一切的办法，掌控一切的我行动，我的要求，互我知影要安怎用祈祷，主。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上帝你所讲的你，我们的话，有些宝贵受伤我，洗了我一切罪恶。主啊，阮这时阵，阮正向姊妹，将阮心中，阮所知影、阮所毋知影罪摆在上帝你的面前，为上帝你，万掌管，帮助你，活命的宝血来洗掉阮一切的罪。遮抗阮一切的过失，互阮的心有清气。阮伫早起的敬拜中间，用清气的心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为上帝你万掌管，所有兄弟姊妹，有气力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迷惑，有气力来抵挡阮心中迄个骄傲、迄个自私、迄个败坏的人。为上帝你万掌管，所有兄弟姊妹，坚固阮的心，坚固阮的信仰，来到主的面前时阵，无限制。主，你这个欢喜，主啊，我实在是愧难全身的手，总是我透过耶稣的宝血，我要行过这一切。为上帝你万掌管，伫你面前所摆的这一切，为上帝你来洗除，安尼祈祷，是靠着所给的圣名来求。煞遮，咱为着下骹的代志来祈祷，特别咱知影最近咱的疫情搁开始伫台湾开始搁流行。虽然这个疫情伫全世界已经大流行总是台湾是最近这一两礼拜开始流行，特别过年要到为上帝当帮助咱，会当来度过这款的疫情所带来这款的困难，疫情带来这款的攻击。所以咱这时阵为着全世界疫情，咱伫度控制来祈祷，也为着咱国内的防疫的人员，第一线的这人员来祈祷。上帝赐予智慧、气力，会当互因知影要安怎来做好的防治甲治疗。求主会当帮助咱所有的百姓，会当特别伫这个过年的期间，大家当配合整个防疫的一款措施，会当互咱的疫情了控制，会当互大家人当平安来过年。所以这时阵，咱为着咱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威胁，咱继续祈祷，为上帝掌管，为上帝当医治，咱非常来祈祷。
互阮知影要安怎来好好来保护阮家己，来保护阮四周围的人。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愿意伫即个时阵会当徛伫即个破徛的所在来代志来为即款代志来祈祷。感谢上帝，你会当互阮每一个人拢知影要安怎伫即款的疫情的时代，基督徒会当知影要安怎来传播迄个平安、迄个盼望的福音。感谢上帝，你会当这疫情咱控制，照上帝你的心意，来成就迄个美好迄个意义伫阮中间，阮将台湾这个岛屿搁一遍交给咱，就主你的成就，感谢上帝你医治，感谢上帝你保护，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煞遮，咱为着咱家己所面对的这个困境来祈祷，特别新的一天开始，感谢上帝你。感谢上帝，咱保守咱每一个人的心，互咱无受到攻击，互咱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为着咱的家庭，特别为着咱咱厝内人的关系，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的心来祈祷。为着咱的工课，为着咱职场、甲咱学习，为着咱甲咱的同事、同学、同工的关系，为着咱的经济稳定，咱解决财务的困境，咱来祈祷。特别为着咱每一个人。心灵迄个健康看病迄个医治，为着咱厝内人的健康来祈祷。所以这时阵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咱家己所面对四周围家己本身的一寡问题，咱面前祈祷，为上帝的归路，为上帝非常来祈祷。世代交替所面对这些问题来祈祷，特别为着咱主要事工、青少年的事工、青年事工来祈祷，特别咱为着咱教会所有的气氛来祈祷。我每一个兄弟姊妹较无信心咱较无来祈祷，较无来听上帝的话，读上帝的话，咱较真正来敬拜，咱愿意来关心陪伴咱的兄弟姊妹，所以为着咱教会所定的气氛来祈祷。咱第三，为着咱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愿意接受运动训练，互咱愿意参与大使命、传福音的事工，咱引带一个人来为主。特别咱最近天气寒冷，咱为着咱教会年长的长辈来祈祷，互因伫这个寒冷的天气，又愿有上帝温暖、上帝听间伫地保守因的身躯、因身体、因的健康。咱中间有疾病的人，有大的身体欠安的，咱为着伊来命来祈祷，为上帝你来保守，为着你来医治，
代真正光的灯塔，会当照亮这个所在。我伫你面前，我感谢你，都奉主的名称来求，阿门。我的主，我是爱你。我的主，我心爱你。上帝，阮这时阵从早起的这个敬拜，我一边用敬拜的主你的圣手。感谢上帝，你这时阵设立你的宝座伫阮中间，透过阮的敬拜，主你要从地天顶的迄个福气，天顶的迄个恩典，天顶的大的迄个话名之理要赐落伫阮中间，互阮今仔日敬拜中间，搁一遍为着更新，搁一遍为着造就。感谢上帝，咱保守下无所今仔所平讲的时间，正做阮的约咱，正做阮的同在。我们从今仔日，无阮的服侍，也是阮的敬拜，一切拢拥抱主你的圣手，感谢上帝你掌管。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咱起立，咱来祷告咱的上帝，来敬拜咱的上帝。耶稣因你性命，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为了你的名字来敬拜，耶稣因你性命，我来敬拜，我心
安尼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给阮这个福分，伫这个疫情遐尼搅扰的中间，阮犹原会当伫你的圣殿朝见你、敬拜你。当我面对着大自然这款遐尼大的威胁的时，我知影阮的性命实在是好定的脆弱，所以伫阮安静落来时，阮知影只有你通互阮所倚靠。我若通伫主内面得到新的气力，来面对生活、世界、环境所有的挑战。更较要紧的是，阮掌握到主你所赏赐这个新的画面。这个新的画面是一切世间的势力所袂当抢夺的。主啊，感谢你，互阮有得到这个你的囝儿的福分，所以阮通伫遮同心而乐敬拜，阮通伫遮来朝见你的面，领受你天顶来的气力，也学习主你的话，来勇敢向前行，照主的话伫真理中来行伫人生的道路。主啊，互阮用感恩的心自执，用懊恼的心伫遮来欢呼，也互阮做伙兄弟姊妹互相激励甲交陪，通互这个敬拜真侪芳芳的祭奉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愿你的圣神甲阮同在，伫这聚会中，互阮朝见主，看见主的荣耀。我要学习主，甲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即条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46篇。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伊造地，予地有形体。伊造的毋是混沌。伊安尼讲：我是上主，以外无别个。我无伫隐捌，也是黑暗中甲恁讲。我上主所讲的是真实。即条咱做伙来祈祷。各真各爱上帝，阮阁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互阮会当借着今日的敬拜，来荣耀、来高举主你的名。恳求圣神拍开天顶的福气，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阁一遍来经历你的同在。主啊，认捌你是阮一生上大的福气，我们阁一遍将阮一生的主权来交予上帝你，求主你来掌权。主啊，求你来采用。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我们阁领受你的大大的异象，我们尊主你最大。我们伫教会每一项事工会顺利来向上帝你来恳求。互阮伫事工的推动顶面，互阮会当热心来参与，互阮会当每一个人委身伫小组甲团契，互阮个人的灵命来提升、来荣耀高举主的名。主啊，阮求你赐互阮有丰盛的性命，互阮会当成做你重用的器皿。恳求主你的圣神的火来温暖阮的心。来光照阮的路，我们来跟对你的脚步，也要借着你的光，将你的福音带引人来归向你。主啊，你每时刻拢有
信心来充满伫阮，人互阮倚靠。主啊，阮求你来祝福阮伫阮的经济上有稳定，阮的工作真顺遂，阮的夫妻有好的关系，家庭亲子的关系真和睦。我们搁一遍今日上帝你丰富、恩典满满的供应甲带领。主啊，全世界全球遭受疫情病毒的侵害，万军的主啊，求你维持坚固的围墙，来保守阮无受到病毒的灾害。特别阮为着即边台湾的疫情，拢会当得到控制，互阮求上帝你来保守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有好的体力，有好的防护。我们做伙为着台湾来做伙守护，求上帝你来保守阮未来一礼拜的生活，阮的工作，学生期末的考试，阮的出，阮的入，拢有主你的引带甲保护。阮也为着阮教会病痛的肢体，心灵软弱的，心内拄着苦楚的，求上帝你大大的信心，赐互因有愿望。求上帝你来医治来讨棒。主啊，阮将阮今日2长的礼拜，我们对头到尾恭敬摆咧伫主你的面前，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即碟咱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有2位的圣经节，第一位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0章第7节到11节，第2位的圣经是记载伫约翰3书1章1节到第4节。所以耶稣佮甲因讲：“我是实实在甲恁讲。”我是羊的门，所以比我较大声来的，拢是贼，是强盗，羊袂听因。我是门，通过我这个门入来会安全，通出出入入，阁会找到草埔。贼来一定是要偷掠、偷刣、要刣、要毁灭。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的确真丰盛。我是好的牧者，我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第2位的圣经是约翰3书。我长老写批互亲爱的加油，你是我真心所疼的，亲爱的朋友，我祝你万事亨通。嘛，祝你身体健康，亲像你的心神遐尼啊勇壮。有几个信徒来，甲我证实你对真理忠诚，事实你一直有在实行真理，我非常欢喜。听到讲我的囝儿有在实行真理，无一项比这颗较好，互我欢喜、称赞、加油。咱先读到这，即碟咱请生活队来献诗。
世界里，快把新的音乐献给神。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愿齐心都赞美，高声欢唱更妙歌，快把喜乐音乐献给神。独自弹琴赞美他，击鼓吹箫赞美他，快把喜乐音乐献给神。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哈利哈利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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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今仔牧师要所分享的题目是丰盛生命活见证。弟兄姊妹，大家较早平安。咱真多谢圣歌队用活泼有力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本来我有听见咱的圣歌队吼，特别礼拜前有咧反映讲，看会使安尼毋免挂口罩吼，唱着较好听啦吼，唱着较清楚，录音较好录安尼。我印象较是敢若顶礼拜安尼。口罩拔落来尔对啊，咱政府就搁宣布讲，大家爱挂口罩啊，安尼吼。咱真着是因的着话，恁知影讲咧吟诗唱歌爱用肺活量咧吼，咱口罩挂掉咧。但是为着保护咱啦吼，咱政府已经宣布讲，包括咱的圣歌队、敬拜团、牧师、讲道吼，拢爱恢复挂口罩。总是咱求主怜悯，互咱台湾吼已经守遐久啊吼，愈来愈有经验啦。只是讲咱毋通放松。注意咱个人的健康，维护，安尼让平安来度过这个春节，咱的过节。咱伫新的一年，牧师要用这个主题来甲咱三甲勉励，咱大声来做祈祷。主必定人主上帝，你会听伫阮中间。虽然阮伫生活上有时经历了无共款的挑战，无共款的劳苦甲压力，总是。有主通靠，阮心就定着，阮的心就有气力甲勇健。主啊，阮要学习你的话，求你的话诚侪，阮日常的气力、真理的指标。愿你亲自感动阮众大家。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有读两位的圣经节，大概真侪兄弟拢会晓背啦吼，会晓背。我是要通过这两节圣经节来甲咱搁来重复，应该是复习，嘛是会使搁一遍的叮咛，甲邀请。这个邀请甲叮咛是啥意思呢？是要甲咱讲，咱做一个基督徒，甲一般社会的人，大家咧往来做伙，到底你要用什么款，互人看见讲，我信耶稣，甲无信耶稣差伫倒安尼吼？我信耶稣的人是毋是三条六臂咧？我信耶稣的人，敢是安尼毋免食饭都会饱咧？吼，咱定听到一寡社会的人吼，拢会甲咱踢笑吼，讲安尼信耶稣吼，安尼有的人讲安尼，即个欠钱免还，安尼有无？捌听过吼？
拢会甲咱支持就对啦吼。食够安怎安尼？当然，即个是人的误解，误解嘛是拄啊好是咱要见证的所在，安尼敢毋是？人若误解咱，你讲搁在你笑，搁在你讲，毋是啦，咱是甲伊见证讲，拄啊好你咧讲的，阮活出即个活命的见证。所以，咱今日要安怎来学习呢？我会记2冬外前，我嘛捌用即个主题甲咱分享过。迄个是较属于咱内在的一个学习。今仔日我是要甲咱分享讲，迄个外在你要哪显露出一个基督徒安尼用丰盛的生命的外显，互人看见你确实是信主的人，甲咱一般的人无共款。顶次我有听见咱的神老病院，咱的老院长伊咧讲起讲，有真侪人吼看见神老病院服务的医生、护士人员，遮个工作人员，伊拢会讲，恁足有神老味安尼吼，安尼家己是咧自我鼓励讲，咱伫基督教病院咧服务，甲一般的医疗病所，我都爱有啥物无相共，互人看出讲，你确实是，毋是干那一个医治我的病症若定，你嘛是要。互我得到心灵的平安，也是讲对即间全台湾头一间的病院，即款的医疗机构，互我得到无同款的印象。所以基督徒要安怎来见证信仰？这是牧师今仔日即个主题要甲咱三个学习的。我之前有看见一篇报道啦，伊咧讲起着讲美国伫去年有做一个调查，迄个即马咱足侪。无共款年代出世的，拢会甲伊号做什物世代，对无吼？中国迄边较惯势讲90世代，也是0世代安尼吼。美国是甲伊称呼讲1990年到2010年，那90到现在嘛，差不多30岁啦，若2010年嘿，安尼只毋知10几岁若定。意思讲，即段年龄的甲伊叫做 Z， 迄英文的最后。字母的最后即个 Z 世代，伫甲因调查了吼，讲有一款的结论就对啦吼。伊讲对伫非基督徒的青年，就是讲遐还无信主的少年人，伊讲你比起你甲伊解释信仰，甲伊变圣经变真理，变耶稣，变反正圣经内底的信息，伊听了吼都有听无啥入去就对啦。颠倒加了喙齿就对吼，总是呢活出信仰，活出你即个信。你讲我著信耶稣，我信耶稣是安怎信吼？活出即个信仰，才有吸引力吼，才是一个吸引力的传福音的方式安尼，才是一个传福音。所以现代人，咱拢知影Z世代，包括搁较早的遮个年代，已经进入到一个影音的年代啊吼。我伫遐咧讲起讲我的年纪吼，迄阵细汉的时阵吼，敢若听广播剧就听甲吼啊，安尼下晡天下转地迄种感觉吼，就听甲足欢喜啊。即马你叫人听广播剧，啥人要听？因为即马你爱看影像，所以是那迄个电玩手游的遐尔受欢迎，这是即个世代的人因的习惯、因的生活，安尼吼有图才有真相迄种意思。所以，若是看伫基督徒内底，就是讲，你讲信仰所好，好伫倒，你互我看。所以活出信仰是咱基督徒一个上迫切而且必要的。咱常常透过无共款的传道理的方式，比如讲，咱即几年定咧推动迄个幸福小组，迄个理念嘛是类似啦。咱先莫甲伊讲真理是偌济偌深偌，我敢要互你知影讲。伫即个团体内底，你会感受到外面所得袂到的迄个关怀甲疼，迄个喜乐甲平安，这个拢是吼。所以即个Z世代的非基督徒的青年吼，较无惯势讲公开传道的方式，所以以前咱举办什物布道会对无吼？迄款伫街头咧甲人招人信耶稣的，有诶时阵真有效，有诶人感觉讲你这吼。甲我无共国的，我无咧插你安尼。所以，即个美国的即个研究团队，伊对这Z世代的青年做为调查了后，因有一个结论啦，
讲分享福音，唔干那只靠口传那点，应该结合实际行为做模样。这也互我想着讲吼，咱这毋是干那对遐未信者的青年，还是讲未信者的朋友传福音。你注意下看，有时咱基督徒到今仔日已经150几年，已经第7代、第8代啊。有时你对你的下一代，都爱去想着即个提醒。你规日干那甲念讲也无去做礼拜，去教会也无检你即礼拜，你乃无爱去。即个讲法，好亲像你讲了足有道理吼，足理直气壮的，吼足应该的。但是听的，你的囝儿孙就是讲，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安那要听你的。这是今仔日咱，毋若是对未信者，对咱下一代的兄弟，下一代的子弟，拢是面对着即款的挑战。就亲像咱伫即个研究内底，伊嘛有研究讲对遮个刚是基督徒的后代哦吼。伊讲有时呢，你爱搁重新甲伊讲福音呐，有时爱搁重新甲伊讲即个故事。就亲像圣经吼，讲早期一寡教会的车者讲，伊毋捌听过即个故事，无了解好消息是啥物，所以袂当接受福音。所以当你了解到即个情况的时阵，咱换一个角度，你先用丰盛的生命对你家己的亲人，对你家己的遮个子弟来做见证。较毋是开喙也念，合喙也念，入也念，出也念安尼，念久吼，伊念伊根听袂落啊。所以我行我素啊，你做你的礼拜啊，我睡我的大头觉我做我的在娱乐趣味愈熟的人就愈可惜所以这是咱兄弟姊妹咱。伫主的内面，搁一遍谦卑落来就对，谦卑讲主啊，毋是我安尼讲，我要尽我的责任就好是我要用啥物较好的方法，通对我的亲人、我的囝儿是谁来做见证。所以，咱则搁复习着咱今仔日读的这2段经文。主耶稣讲：“我是羊的门，甲生命有啥物关系？”我记得我捌甲咱分享过讲。即个所谓羊的门，是因为早前伫迄个犹太，还是讲巴勒斯坦的旷野，迄个雇羊都无固定无固定的羊条啦。咱嘛个想讲咱兜较早庄骹起一个羊条起好好，搁有门咧关啦，无啦。较早因为咱讲叫做游牧生活、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才会堪要互你起啥物羊条咧，对无？要互你起一个安尼固定的物件，所以拢是。经过这雇羊的人伊有时若带羊去食草，到迄阵已经暗你嘛无可能甲羊赶转去厝所以就在地去找到一个安尼较稳捌的所在，讲是一个山洞。来羊拢赶入去，当要安怎？也无拦栅啦，也无迄款围篱啦，无啦。所以雇羊的人就只好困在洞口，所以因穿的迄领衫真好用啦也会当做衫，嘛会当做被，就伫遐来雇羊所以你会知影讲，是安怎耶稣出世的时阵，雇羊的人伫旷野，天使去甲因报佳音，是袂晓转去厝好困安尼，要住较旷野咧，这拢是因的生活方式就对啦。伫即款情形的下面呢，耶稣讲我是羊的门，是要互因知影，因迄个世代对羊的门随听就随了解，毋免牧师拄仔讲的遐加讲的。但伊咧讲遮个话的时阵，伊是佫延伸到伫当代迄个时代的社会。伊讲人是爱照着伊，只有照着伊，即个羊的门，才通接近上帝，才通得到生命。因为耶稣才是得到丰盛生命的关键，丰盛生命的关键。耶稣会安尼讲，
就是要面对当时遐假先知、遐传偏差道理的，也是去持守着古早遐犹太传统，用律法、用侪侪规矩、礼俗来束缚当时的这犹太百姓。伊甲伊讲，你要通过我。当然，伊是证明伊是上帝的囝，所以通过伊，会能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咱若看起这则圣经节，嘛是咱足熟的经节，会晓背的经节。伊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赐予因，叫一切信伊的无地到灭亡，发得永生。问题在伫遮。咱咧先有一个前提讲，你上帝是毋是敢若疼咱基督徒吼？遐个无信的吼，上帝拢甲当做野草共款，吼，粗胚共款，毋是咧。伊讲上帝疼世间人，安尼表示看，你我伫教会来教会我，上帝拢疼啦。但是唯差伫倒位呢？叫一切信伊的，信伊的人，才会通去领受着伊所供应即个丰盛的生命。耶稣讲吼，即个日头出来照好人，嘛照歹人。上帝赏赐雨水，也无讲恁遮好人，我水互你；歹人水都毋互你。世间一切万物，逐个人拢平平会当享受。总是要得到迄个属灵的新的活命，真正的活命，讲。伊将即个独生囝赐咱，你信的就是要爱得到嘛，爱得到即个礼物。若无就是灭无，袂当亲像入去羊的门，通得到永生。所以世间人有疼主无，才是关键。上帝疼人，迄是无通，毋免解释吼，就是明明确确伊安尼讲啊。但是世间人有疼伊无，才是一个关键。所以耶稣安尼甲咱勉励讲，要得到丰盛生命的途径。10章8节讲，既然伫我以前来的拢是贼是强盗，是若讲以前来我都无啊，头前来是安怎？伊是咧指着当时巴勒斯坦遐假先知遐激进分子。咱知耶稣迄个时代是罗马帝国咧统治，所以有真侪遐。安尼讲爱国人士就对啦，哇！定咧起混乱，要来革命吼，要来甲迄个就是咱讲的彼得岛因迄阵吼，甲赶走。有影为着因的民族的迄个拍拼，迄是也是合理，但是呢，常常将百姓带去伫征战死失吼。耶稣来讲，我是要互恁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伊咧讲，遐就是强盗啦。强盗就是安那，贼来无毋是要偷、要杀、要毁坏，变做甲咱带离开，迄个得到生命、完整的生命、丰盛生命，所颠倒互咱，互偷去、受害，搁毁坏。所以耶稣讲到遮的时阵，伊才讲，我来的目的是要互因得到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请会记你讲我来的目的。就表示讲，正前遮个假先知、遮个激进人士都试过传遐个道理，所以毋知耶稣出来讲吼，我是要传天国的福音吼。较早遐个传讲真理的人拢无共款啦，传讲道理拢无相像。我来要互恁得到新的生命，得到生命，而且是丰富的生命。咱对头前讲的，我是羊的门，羊要通过即个过羊的来得到活命。伊讲要得到遐个安尼草料就对吼，即上帝讲通过主才通得到真理的供应，得到真正的活命。差别伫倒位？关键啥？你有啥物理由讲通过主才会通得到新的活命？耶稣讲即个答案讲：我是好牧者，好牧者为羊放杀生命。迄个放杀生命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重中之重，迄才是互咱得到真正新的活命的关键，毋是用什么款财宝、什么款世间的物来换，是伊甘愿为咱放杀生命。
所以兄弟姊妹，基督徒所以讲掌握到这个活命的丰盛的关键，就是你甲主耶稣基督亲近结连，所以你领受到这个活命的快乐啊，迄个原动力。啊，迄个原动力伫人的生活中，伫你的工作中，伫你的家庭中，啊，伫你甲人接触的这场的中间，迄个丰盛的活命，正做亲像一个安尼源源不绝的迄个火炉，啊，一直咧行，互你袂冷去就对啦。啊，迄个火力，啊，才是耶稣讲，我要互你得到新的生命，伊为着你放下生命迄个快乐，啊，迄个快乐，咱若敢若知识上、口头上讲来讲去，啊，无伫生命中显现，安尼就无采咱咧做见证啊。啊，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用即个主题是呢，牧师伫今年咱下一个主题，就是今仔日咱讲道的第一句，就是丰盛生命啊，即个我的见证安尼。啊，那约翰三书就是咧甲咱讲起追求灵魂体丰盛的人生的一个缩影，也是讲一个真简要啊、真清楚的指标。约翰三书即个约翰长老伊写批啊，甲伊的朋友加油、加祝福，讲亲爱的朋友啊，我祝你什么事事顺利啦。第一事事顺利，第二是身体健康，第三是亲像你的灵性健全一样。啊，这伫韩国韩国的牧者啊，都甲伊号做叫做三拍的祝福，三拍子的祝福。咱真侪基督徒拢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讲哎哟，咱甲人祝福平安健康啊，祝福你安尼兴旺富足，改成足俗气的啊，改成安尼拢咧讲成功神学。兄弟姊妹，什么人讲我无爱财富的阮兜无钱袂要紧，我无健康无问题啊，我伫社会啊，互人安尼废臭啦，我足欢喜的，我足好的。圣经都无安尼甲咱讲咧。圣经对阿伯来汉开始，上帝是讲：你若行我的路，我就是要互你丰盛啊！丰盛毋是干那互你一个人安尼伫外人的面前咧典威风啦。伊是讲我要互你通过你，互众人得到福气，敢毋是？迄个目的是后壁面啦，毋是讲哇，我财大气粗安尼炫富。即中国真侪遐。平常时用迄网络咧炫富的人，即马拢走啊，毋知人去，因为迄中国的政府讲要甲你讨就甲你讨，甲你摕就甲你摕，啊，甲你扣税就甲你扣税，即马拢毋敢点啦。基督徒毋是即个意思，上帝是要通过咱伫丰盛的生命是各方面的啦。伊遮就是讲啊，事业顺利对无？身体健康，更要紧的是你的灵性健康。这个完整的祝福，约翰长老讲，我要祝你这个。你若注意看，伊后壁迄句话佫较重要。啊，咱大先讲是讲，即摆咱现代社会，咱佫甲伊延伸啦，甲伊佫较讲较具体。啊，比如五重的祝福，常常咱伫祈祷中拢会鼓励兄弟讲，你为着你的亲人，为着你的囝儿时阵，做即项外项的祝福。咱注意来看这个祝福，你感觉讲这敢毋是你所需要的？第一，身体健康；第二，事业兴盛；也是讲我的学业真顺遂；第三，你有一个喜乐的心，无拄着困难烦恼忧愁安尼困袂去，你有得到喜乐的心；第四是你爱要得到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你伫外口，甲人大家足好斗阵，大家足受欢迎的。啊，你伫厝呢，家内的亲人佫较是需要人际关系。咱伫厝呢，拢足容易表现出你的真性情，对毋对？啊，生气就生气，啊，骂就骂，讲话拢无咧限制，对无？啊，你朋友你袂安尼嘛？啊，所以你厝呢的人际关系足歹。啊，去外面人好，足受欢迎，安尼煞两边人就对啦所以人际关系是一个综合体。我即个人足 nice， 我甲逐人斗阵拢足好斗阵安尼，无威胁性，也是讲无对人有一款侵略性。较要紧的是讲
健壮的生命、灵命的健壮。所以兄弟姊妹，你甲这5项常常放伫你的心内，因为这个是世间人上基本、上需要的、迫切需要的。你需要，就像我拄则所讲，是要点吼，是要甲人安尼来笑你外貌，是讲我要用这个甲人做见证，我要为主来做见证，用这个丰盛的生命，这5项丰盛的恩典，来做美好的见证，互人敢若看到你，就知影讲确实有影，恁信耶稣的人吼，真正无共款。若用较世俗话讲真受祝福，安尼就对啊。所以，咱较早伫庄骹吼，有时较歹传福音，有一个原因啦。因为咱大家厝边头尾大家拢熟悉，吼，你我大家拢捌安尼，吼，咱咧3代4代拢嘛捌透安尼。当时庄骹的教会吼，都莫出1、2个吼，安尼头痛人物就对啦，教会啦。伊口才袂输人哦，毋过伫迄个社区吼，伫即个庄里内底互人嫌甲无一块好。所以呢，咱就要传福音嘛，讲某咪人啊，你对我来信耶稣真好啊。伊讲好啥？好啥？好像恁兜迄个哦，哇安尼。这听咧到底，咱是要哪共讲咧？要哪讲会落？因为大家拢捌嘛，你嘛袂当稳重啊。这就是咱咧讲的讲，你用真实的生命的即个展现，生命的即个能量来影响别人。所以约翰长老毋则甲即个加油学老讲，你对真理忠诚，一向以真理做生活的重心，互我足欢喜。我祝你遮毋是祝假的啦。咱讲批评祝都无效咧，因为我知影你是对真理真伫意，真认真追求圣经的真理，所以呢，佮用真理做生活的重心。所以我祝你这3项这是应该的就对啦。这是足会当得到上帝欢喜你，所以来这个祝福你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讲到遮，咱就知影讲，约翰这个长老的学老甲强调就是基督徒，你有领受这个真理。对照咱拄则所讲的，讲用口头讲大家人有一篇就对了。但是请会记你爱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才会当有灵魂体丰盛的人生。你有一个甲主结连，所以呢，随时对主领受到我拄则讲迄个为羊放杀生命，主耶稣的气力。你迄个气力，才互你有能量就对，你才有迄个气力通继续做见证，种会当伫生活中活出灵魂体拢健康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我会记得2冬外前，我捌讲丰盛生命一个关键有几项爱提醒注意的，我复习一遍。伊讲第一，将一切重担甲忧虑交付上帝。一个丰盛的生命的人，就是你有法度通将生活上所拄着，咱世间人拢未免得，包括现在疫情，无讲基督徒就袂感染嘛，敢毋是？你要安怎将这个艰难、将这个挑战、这个苦难交托互主？这是丰盛生命的第一课。第二课就是操练你有知足的心。像保罗所讲的，我无论伫丰盛啊，踮伫卑贱，我拢留练，因为我伫事事项项我拢会当即个赢过安尼。这是咱基督徒第二个。无你伫这社会，咱台湾我嘛定听人讲，哎呀，政府讲啥物，咱的 GDP 偌悬呢咱的股票起偌济，我都感觉袂出来，敢毋是我薪水今年起4%迄个厝的价钱毋知开几10%啦，安尼。当然咱看起这个社会有真侪无公平的所在，但是你若无有迄个知足的心你永远应付袂着这个社会经济变动。所以当你换来看内心，知影讲上帝福我已经有够额，我毋是要甲遐有钱人比。即马有人咧研究讲，迄个苹果即间公司这间公司因的价值已经
世界第5位的国家的财富，你敢知？意思讲世界迄个财富的排名吼，敢若苹果这间公司就第5名，所有国家拢伫后壁面。你看即款公司偌厉害安尼，但是即款财富集中伫少数的所在吼，毋是好事，你敢知影？所以前吼有即个美国的总统甘乃迪啊，吼甘乃迪咱知影足出名的总统，伊都互人暗杀啊，所以佫较出名安尼。伊要甲因的国家迄阵美国拄上强盛的时阵啦，吼，伊讲过一句名言，伊甲遮个工商社会、遮百姓、甲遮个人民讲各位，咱美国伟大的人民啊，咱若无法度通照顾着艰苦人基本的生活，恁遮个好野人的财产嘛顾袂牢。伊是讲，咱的国家若无去照顾着遐少数也好，也是讲真侪遐艰苦袂当过日的艰苦人，顾着因的需要。你想要保佑你遐尼好野、遐有钱，有哪真危险？古早中国是安那定定发生动乱，朝代会换，毋是人食饱饱讲我想要革命啦，拢是遐无通食的人无度啊！你叫我无病嘛是死，有病吼，无一定爱活咧，吼就起来拼农民革命嘛，农民革命都民不聊生啊，民不聊生。我即个人吼，为着要求生，我只好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知足的心是基督徒拢爱操练的。我人占伫丰盛，我嘛占伫迄个欠缺的时阵。第三，就是因为你有敬虔甲知足，所以你的生命才会富足。意思讲，我因为活了足快乐，我的收入嘛无比人较济，我的厝体嘛无比人较大。开的车嘛无比人好，但是我日子足快乐的，足好困啊！迄是因为你的敬虔甲知足来的，毋是因为恁兜的钱财较济啊。足侪好野人困袂去，你敢知影？因为烦恼股票会起落嘛，烦恼伊的员工吼有薪水通领无啊？佫一项就是讲学习饶赦甲赦免的功课。你的心要有喜乐，就是你有法通放乐，遐个侪得罪你的人，甲你冤仇的人，这是咱进前捌用一寡故事甲咱三甲学习的，咱伫遮佫斗起来做伙来想。所以兄弟姊妹，今年咱教会一个事工的主题是讲丰盛生命活见证，为信基督传福音。意思是讲，咱真正用丰盛的生命，互人看见咱的无相共。咱这个标志吼，毋是头壳顶写一个字啦，定。咱即马少年人拢用 T 恤对无吼？用 T 恤来讲我是安怎来表达你的问题，你家己的一个特色。但是今仔日毋是，咱是活伫生活中，活伫平民一切人的中间，你要安怎用丰盛的生命来见证主？你为信基督，用心来传福音。咱教会照着各项的事工啦，咱今年教会推动各种的事工，除了主日礼拜以外，逐项的活动，逐项的即个训练，拢是为着要互咱得到这5项祝福的一个管道，咱欢喜要来学习，这5项咱拄则已经学习过啊，这5项的祝福，所以牧师要邀请咱兄弟姊妹，咱若是真正要得到丰盛的生命，毋是知识上的了解哪听，你真正爱伫生命中活出来，你要有这个耶稣基督为主为你来。放杀生命迄款的快乐，所以咱教会若要外显的课程是安尼，咱推动新国平等的课程，就是咱基督徒文道的基本装备。咱过正了后，要推动文道学校、文道大学，过来有迄个即领袖即中级小组长的领袖大学，咱嘛要推动迄个幸福的密训，就是。安怎用实际的行动来传福音？这是咱逐年拢固定咧学习的。逐个人问每一个兄弟，我拢讲咱到底捌上帝的话真理，到底捌偌济？我若无识，过来复习一遍嘛袂要紧。加复习也无了着啊！这是咱
一个教会基本训练课程。第二就是咱叫做丰盛生命课程，这是基督徒的装备。咱有查经的课程，有社区的学院，咱有这理财诱导、经营诱导这款的这个课程。咱有周末的讲堂，咱下晡吼就要一个足生活化的这个主题吼，讲要叫你安怎款内底安尼吼。基督徒安怎款内底，迄嘛是一个丰盛生命的部分呢。咱捌听过断舍离吼。哇！你要怎互你的身躯吼，内在、内在、心灵嘛是断舍离足清气的吼，你的家庭嘛足清气的，这拢是一个见证，你敢知影？所以咱这个教育的团队呢，想尽办法推动各种课程。若无会友来踊跃来参加，是讲咱办迄像咧办艺术的，咧消耗预算的，敢毋是？是要互咱讲我这有需要，我要来学习。这是我增加丰盛生命的一个部分安尼。还佫有一个是较属于灵性的，咱讲灵命丰盛嘛，咱教会灵性进深的操练，这基督徒基本装备的部分啦吼。伊讲咱有推动全本圣经的阅读，咱的这个保罗牧区有提供咱另外一种读经的方法吼，逐日吼读3章2章的圣经用影音的手机开咧，就会当听，佫有文字互你看，佫有迄个图画互你看，哇，像咧看故事、看电影安尼。咱若鼓励新世代的兄弟学习抄圣经吼，从基本的诗篇，是抄即个箴言，抄写，互你印入伫你的心内，是讲无形中用内化做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有人最近在推动，咱拄仔讲有声的圣经是甚物原因呢？因为咧学习初代教会，咱会记得耶稣去到伫迄个圣殿有无讲提出以赛亚的圣经来宣读，所以有人是讲我即嘛毋是干那看尔目睭溜过尔，我是要甲读出来，是咧学习早时的先知，也是遮个经学士用宣读圣经诚做我一个信仰的一部分安尼。咱逐个拜五拢有恩典时刻的祈祷会，咱的教会逐礼拜五的暗时拢有8、90位的兄弟做伙伫遮咧祈祷。我会记较早牧师咧牧会的时阵伫庄脚祈祷会若有10个感谢主，今日来袂少来袂少都叫袂来就对了。因比如祈祷会比形式的嘛，无真正摸着你的心嘛我捌听见一间教会讲疫情一个来讲要归去大家线上祷告会线上祷告会，讲线上祷告会煞变做实际祈祷会较侪人，因为你无上线人无看到你的话无看到你的图片会问讲你人伫倒你人有来无来咧做聚会无咧注意所以变做上线较侪人安尼咱教会嘛咧推动中保大道的勇士，是伫一个暗中咧大道的开力。咱佫有一个等后个月开始就要推动国外这前的40天的连锁祈祷。咱嘛咧推动即个新受洗会友也是新会友一个全人更新的营会。兄弟姊妹，咱毋通想讲教会摆遮节目摆安尼像一个菜单摆遐济，其实咱就是为着要增进咱逐个兄弟伫各层面拢受装备的，目的是为着我要得到迄个丰盛的生命，观念也好，行动也好，较好的办法来执行也好，这拢是在学习的。各位兄弟姊妹，毋茫今日咱分享的即个年度的主题，毋是牧师一个新年的一个形式上的即个分享啦，是真正咱大家发现到。我要用丰盛的生命，领受着丰盛的生命，通伫人的面头前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活命的开力。兄弟姊妹，咱要来吟首诗这首诗嘛，甲咱的今日这个主题真有关系。圣诗圣诗是526首526首。这526首是较新的迄个曲调啦所以咱导引
可能你无即个谱，你唱无啥会出来。毋过咱要先声圣歌队吼，先唱一遍，咱搁重复来唱吼。咱来听咱本来即个速度较紧，咱因为迄字读唱较会出来，咱小可速度较慢小可，咱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福，咱来请圣歌队先唱一遍，咱做伙第二遍，咱再做伙来唱来。OK， 安尼有一个音，一个调有知影吼。咱即马咱搁对头来，咱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圣歌队带咱唱，咱做伙唱吼。即个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有重复，所以伊才有两抓，对无吼？咱搁请起音，咱做伙来唱即条真水的歌，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做伙来唱来，何等的幸福。快乐，搁一遍。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的基督行去是何等的幸福，亲像有天地掉落阿伦的水手。搁来，头低头。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第二站，亲像那天我所的何等的幸福，亲像那温和水落的赤暗的山岭。第三站，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较紧小话来。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上帝行日好无行去是何等的幸福。第三节，因为做罪得着舒服的耶和华。一遍何等，何等的幸福，何等快乐。最后一句来，何等的。即位，咱注意看这段歌词吼，伊讲何等幸福，何等快乐，到底是安怎何等呢？伊讲上帝今日和睦徛起，上帝今日和睦徛起，这是何等的幸福。今日即位，是安怎咱要招咱来到教会做伙实际的聚会，是因为咱和睦徛起，就是何等幸福。迄三节伫甲咱描述圣经内面所互咱的学习。今日即位，即是咱要三甲为着几项事。三角来祈祷，今日即位，咱搁一遍为着疫情会当得到控制，咱大家平安来度过即个旧历正，大家平安健康。特别中北部伫桃园迄个所在，且疫情会当真紧得到控制。咱为着即个祈祷，咱也为着兄弟姊妹会当因为疫苗的注射，咱大家拢得到保全健康来祈祷。第二，咱为着咱今年咱所推动即个丰盛生命活见证即款的信心，咱求主将丰盛的生命赏赐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第三，咱特别为着拄着困扰，要得到丰盛的生命所拄着的困扰，就是有人有病痛，有人有拄着生活上的困难，工作、事业，也是家庭拄着困扰。第三，有人信心软弱，心灵软正，信仰倒退。第四，因对聚会、对读圣经拢无趣味，拢无快乐。咱求主来兴起这个人，求主来赐落快乐伫这个人中间。今日即位，咱同心为了这个事，同心开声来祈祷。现在主，我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保守，你的圣心伫阮中间做工，你的能力亲自管辖伫阮身上。
主啊，阮为着即个疫情会当得到控制来祈祷，愿正向的思维，大家人过着一个平安的春节。主，阮求你带领有侪侪亲人对外地转来，有诶有得到迄个感染的风险，求你也享受平安伫咧身上。亲爱主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待甲看顾，你的祝福满满伫阮正人的中间。阮求你也保守阮兄弟姊妹中间有拄着生活上的障碍困难的，求你赐落你的平安、健康、医治以及属灵的领导伫因的身上。主啊，求你也帮助，互阮兄弟姊妹，逐个人欢喜追求即个丰盛的生命，得到上帝对天顶来稳定甲赏赐。感谢你，感谢你恩待保守，感谢你。主，阮的上帝伫你面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阮逐人拢活伫你的恩典的应允中间。主，你应允阮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但是阮也共款活伫即个有罪的即个世代，有罪的艰难甲困扰，拢伫阮的中间，在甲阮束缚，在甲阮拖累，在甲阮引诱，在甲阮阻挡。主啊，你的囝儿为着阮放下生命，即个大权能，求你亲自降临伫阮人的中间。阮所袂当超越的困难，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阮要得到保全。阮所拄着的艰难，心智软正的时，耶稣基督的恩典，互阮赢过这艰难甲挑战。阮为着即个疫情得到平顺来祈祷，特别国外有真侪的流行，也未止煞，求你将平安赏赐因中间。阮有侪侪的亲人朋友，伫这过程对外地倒转来，拢爱经历即个防疫的留守，求你也保守，互因拢平安。求你亲自赐福伫恩典伫阮正向的姊妹身上。搁一遍，奉你的名来祝福阮大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条咱做来奉献。即条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会有请坐。即条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后壁面，咱来念咱今仔日本月的金句。马太福音书28章18、19、19节，咱做来读。耶稣群话来对因讲话，
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调万百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实的名。阿免。这是咱来献开酒杯的第二啊。下周的主礼甲事礼，事礼是陈秋义结束，其他的服侍同工，咱家己来过目。咱来献开第四啊，集体交通。今日是国内外的宣告的奉献主日，咱也为着这个奉献主日，咱为着因来代祷来奉献，咱教会也有有一个宣教的转长来为着因来奉献。咱的兄弟姊妹若有感动要来奉献的，咱来用咱的招待祷来索取迄个专用的奉献。第二点，今日下晡要召开元月的定期的会议，请小会员伫今日第二堂礼拜后，伫1点半要伫2楼的会议室来参加。会中要进行咱的年度的总预算的审查。第三，下主日要举行异地祈祷的时间。伫礼拜中要来进行异地祈祷的，来鼓励咱两堂的兄弟，两堂礼拜后有身体欠安的心灵病痛的，咱祈求要得到异地的会友。咱会当来接受众人的祝福甲祈祷，会迎接圣神的赐落的异地。第四点，咱本会春节假期的聚会公告吼。第一，咱的新春礼拜、清明礼拜，定伫2月7日拜二上午9点，要来举行一堂的礼拜。欢迎兄弟姊妹准备时间，伫新春的7日，咱来到圣殿参与清明礼拜，要为着咱新的一年来求主来保守带领。1月30是咱的小年夜，咱主日礼拜吼，因为1月30已经进入咱的春节的假期，咱本会要定伫当日要将举行一堂的礼拜，咱礼拜时间要伫9点来开始。咱邀请兄弟姊妹来持守安息日，同心静来敬拜上帝。第三，咱的主日学的上课的暂停，伫春节的假期主日学要伫1月30到2月7日2个主日来暂停上课2遍。咱鼓励咱的细囝来一同参加礼拜。第四，咱家己来看。第五，请咱收集2月20的会员会员资料，咱伫1月16来交齐。咱年度过季的铺测的检查，请牧区团契服侍团队甲过季的铺测，咱来送互到咱办公室，互咱的过季人员来审查。第二点，咱家己来看吼。第6，咱来看第6点，伫本个今日要来举行元月份的富强周末的讲堂，伫咱下晡1点半到3点，伫咱的敬拜中心的3楼的富堂，咱请兄弟姊妹来踊跃参加。你若无报名的，嘛是会当来踊跃来参加。
第7点，咱有婚礼消息，咱祝福这两对的新人。咱来看第9点，本会长城执事的母亲吴丹瑞珠姊妹，伫1月11拜二伫新竹的来蒙主文调安休主怀，享高寿96岁。要定伫1月25拜二上午10点，要伫新竹灵粮堂的来举行追思告别礼拜，请咱兄弟姊妹伫主内为着家属代祷，求主赐落安慰甲力量。第10，咱家己来看，咱来看有牧区第6页，咱有牧区团契消息，咱家己来注意。来看第7页有关怀代祷，咱也常常为着咱的国家，咱教会所推动的事工，也是咱兄弟姊妹因的病痛、静养的，咱拢为着因来提名祈祷。第8页到第9页是咱顶州的奉献，若有出入，会通来咱的过继人员来订正。这点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讲下这咱节目内底是报告真详细啦，吼。毋过有几项我来做一个解释甲补充，就是讲，咱今仔日是即个国外外宣导主日，意思是讲，咱逐个月拢有一个主日是总会所设的主日。那教义的即个规矩是讲，大家拢爱有业奉献地，互大家奉献啦，吼。咱经过遐久吼，发现讲。迄个主日太多啊，吼！所以咱就拣遐个较特殊，比如讲新人院主日，有人来募款，有人来报告讲道，安尼印象较深。其他的呢，咱只干那报告，咱就是用教会即个宣教基金，吼，因为咱有时圣餐献金有咧收入，有会友为着这来做奉献，用迄来拨款来做奉献，安尼较袂互会友困扰讲到底倒一个主日无了解，但是有人。总是有人吼，若对即个主日有感动，你讲我嘛为着即个主日要做奉献，你嘛当甲咱下同工讨一个奉献地，甲注明讲我都为着宣导主日来奉献安尼。亲像顶个月吼，咱有为着即个退休的牧者的主日奉献，有个兄弟感觉有感动，要关怀退休牧者，我就加奉献。但是咱无业奉献地，迄天咱是圣餐，但是咱教会会拨款吼，拨一条。款来甲奉献，所以有点等于统筹运用的意思。当然鼓励咱兄弟若有感动会当参加吼。咱后礼拜有定的即个异地祈祷时间，咱旧年疫情的时阵有暂停小可啦吼。本来咱今年要恢复毋过因疫情有来，但是咱要变通一个方式，就是讲，咱主要是恳求圣神的异地，所以咱毋免徛来头前，毋免无换手，但是咱会当徛起来，也是举手。咱正人为着你来做祈祷，吼，这是咱确信信心是异地的根本，吼。咱有一个敢若剩一场礼拜的部分，咱都用9点，咱较好记，吼，因为有的第2场礼拜伊较袂记，讲你8点40开始，我可能来袂赴啦。干脆咱若是有一场礼拜的时阵，咱用9点来做开始，请咱也甲咱的亲人吼来联络，互因知影，咱新春个。即个小年夜1月30，拢是一场啦，定用9点来做开始。当然咱是对9点刚开始敬拜赞美哦，吼。往后延咱就对吼。兄弟姊妹，咱甲即个新老合作社共同关系吼，即个会友，你会当下晡去参加因的即个会员大会。有人参加会，拢知影讲去遐有即个小礼品可以赠送啦吼。有人对诚趣味，这欢迎恁来去。咱爱心午餐的即个摸彩券吼，今仔日最后一届哦吼。若有去享用的人，会当分一张摸彩券。咱后礼拜要来抽奖安尼吼。咱另外咱有送一张小小的红色的即个春节吼，咱福音的春联咱来索取吼，索取了为止就对啦吼。牧师拄仔伫讲道中已经有鼓励咱，
咱有各种的文图训练的课程，鼓励咱大家踊跃参加，包括下晡吼即个周末的讲堂，大家踊跃用安尼来甲咱做报告。咱就特别带倒啦咱有即个过程咱嘛有真侪咱教会亲人，有诶对外地、对外国倒转来，拢爱经过检疫呢，有诶是2礼拜，搁爱再居家强要几个月去咱为着因祈祷互因转来遮拢平安，咱过着一个快乐诶，即个春节假期咱注意细致咱拄要讲疫情咱即个内政部宣布讲咱牧师所有诶人拢爱挂口罩，毋过无宣布讲停止聚会，好佳哉啦毋茫讲即个疫情紧紧会当消散咱现在已经开通第3剂咧注有方式，咱若方便咱时间会好势赶紧去补助即剂咱会感觉讲较平安的就对用安尼做报告来，咱来做结束。咱做伙起立来念上扬的圣诗。俄勒天父万福本源，临时煞，咱请牧师来祝祷。本源万年结果，因爱交争。俄勒亚所修我罪犯，罪我中国将你万光。俄勒诚心痛苦罪人，救赎灵灵，恩惠的心。俄勒成百姓家诚信，三位一体，即成即罪。阿门。愿咱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赏赐咱灵魂体丰盛的生命，通伫生活的中间为主做见证。愿三位一体上帝恩典疼痛伫咱正大家对打到永世大无煞。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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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大家请坐，默祷感恩来避讳。